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神再次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宝座前，在神的圣殿来敬拜他。谢谢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赐下不一样的生命的状态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确信一点，就是神宝贝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宝贝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样式，而这个样式是神特别给你的，我们要因此这个来感谢他。我们这首歌来回应神。倾听，我要倾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。倾听，他在倾听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他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。他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诗篇12篇这么说：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在诗篇84篇这么说：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，敬拜的灵，来亲近我们的神。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为自己有一个渴慕的灵、渴慕的心来祷告。大家快快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。主耶稣，你是我唯一的渴慕。愿我常常渴慕你的同在，渴慕与你亲近。主啊，我愿意放下一切，转眼注视你。主啊，求你洗去我心灵里面的灰尘，就是一切的疲乏，一切的挂虑、恐惧、批评与论断。主啊，渴慕在你里面得着安息，心里被更新，重新得力，享受与你同在的经历。耶稣，愿你吸引我，愿你的荣耀光照我，使我渴慕能时刻活在你里面。也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渴慕你话语与真理的心，能够每一天用心来读圣经，思想遵行神你话语。主，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让我能够经历你话语当中的能力，经历你的应许所带给我们的激励与欢欣。主啊，求你
帮助我们能够学会倾听你的声音，一生走在你的道路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希伯来书11章这么说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在我们物质世界当中，一切的事实是借着我们的五官去领受到、去发现出来。同样的，在属灵世界当中，属灵世界的事实也需要一个器官去把它发现、去感受，那就是信心。真正的信心不是在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之后，我们去热心的服侍，我们去热心的做工，反而是在苦难，反而是在试炼当中，是在挫折，是在失败当中，仍然能够继续的追求真理，能够真实继续去爱神，能够寻求我们天父的心意，体贴他的心意，这才是对神有真正的信心，让我们都能够更深的认识我们的天父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全心全人去爱我们的神。所以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为自己来祷告，为自己的信心来祷告。我们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求神加添力量、加添信心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。信心是需要操练，信心是需要学习的，不是与生俱来的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信心，能够去领受属灵的智慧、属灵的在我们属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。那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去有信心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能够安稳自在。虽然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，我们常常会遇到试炼，也常常会失落信心，但是主，我们仍然要注目在你，我们仍然注目在你。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你是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神。主啊，你说大大张口就必有大大的丰满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信心，也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，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你的信实，使我们如同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与盼望，能够用信心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。你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的祷告，阿们。他是大牧者，生命里主宰我的生，只听随主生命。他是大牧者，生命里主宰我的。来唱这首歌，他是大牧者。
视他，赐给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有这样子的福气来敬拜他。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，不论得时，不论不得时，我们都能够开口来赞美他。顺境或逆境也好，都是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试炼，让我们能够超越这些，让我们能够有赞美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大家开口一起同声来祷告。好吧，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恭敬来到神你的宝座前面，诚心诚意来敬拜赞美你，有了创造的宇宙万物的神，主啊，你统管一切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动作，气息都在乎你。主啊，我敬拜你，你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是我叫我抬起头来的。主，躺下睡觉，我醒着你都保守我，你要时刻亲近我。主啊，我要等候你，我的心要全然向你。亲爱的神，你的名何其美！你将荣耀彰显于天。主啊，存敬畏的心向你跪拜。你是天地的主，万有的神，你的作为奇妙伟大，你有无限的恩典与慈爱。无论何时，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啊，我们愿一切的颂赞、感谢都归于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爱我心愿，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。
全能者底下，愿一切的尊贵、荣耀、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